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高本，又到呼吸來嘅時間咯。相信大家應該都聽過美濃嘅名嘅，甚至去到美濃搞了過。這片啊，唔單止有好食嘅客家美食，有強強嘅風景，還有幾多人文歷史同生態環境咯。不過除了安尼之外，美濃還有哪條好食、好搞、好料嘅呢？今日啦，我哋就特別邀請到在地嘅好朋友，好好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哦。馬上就來歡迎我哋來自美濃嘅好朋友黃生南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黃生南，大家也係我老爹。哇，歡迎我哋生南先生。你老師講解一下，等下我係唔老師，也係唔老爹個好。係我老爹。好哦，你老爹，等一下啊，我講解一下就講，我哋所地啊，美濃有幾多好食好搞嘅地方。首先嚟講解一下老爹講。頭頭有講啊，親像係做一個土南嘅人員錯冇？唔知個本身係乜個原因去做一個土南嘅人員，對乜個時節開始啊？哦，民國91年，剛我哋中國人壽退休下來，幾多朋友呢？我來美濃了，我希望去帶美濃了。當時我感覺美濃咧有乜個好料嘅地方，我咩唔知。按拄好去面沙去太好。有一個劉兆年先生，伊就開一個班，叫做美濃解說班。我就感覺講奇怪，美濃有乜個景點可以介紹？退休嘅都閒閒嘅，我就報名去做學生嘅。上劉兆年先生嘅課本係甘肅改成，伊有似乎佢有一個使命感，要將美濃要做一個傳承。個天呢？因為上一下課呢，我當有感受到講，哦，我哋行業嘅先民呢，生發咧，嗰樣嘅智慧啊，哦，嗰種智慧嘅嗰種美，哦，嗰種講啲呢就係個天呢，我又有感受到講，嘅美濃啲客家人嗰種傳承嘅東西，就上課以後我當感受到改成。朋友帶啲人嚟做去個行了，唔少嘅地方我就會問先生，先生看到我呀老頭子老人家還有一點點的可塑性伊就有介紹有人下來了嘅時節，伊就向我帶，我就安尼不知不覺就行介紹一個途徑，另外呢就。高雄剛好很多高雄縣，土南協會，我就加入呀土南協會，就又做土南。哦，你講講嚟，老爹唔知解一個介紹員土南人員嘅個路嗬，係冇注意到就聽聽咪行業嚟嘅，其實原本人咩對個一個有興趣，也係做某個研究嘅，係我呢度我帶自己好朋友，帶自己朋友嚟啊聊，爭去認識一個土南技術嘅部分。做一個土南技術嘅人員嚇，都更加啦，有乜個印象個層面帶過嘅人客啦，也係講朋友嘅事情嘛。哦，我感覺做嘢個有滿足感，因為人客來了，我等於講伊個做介紹，做伊個介紹，一種東西呢，比如有乜個景點可以講，留喺網絡上下巴沒看得到，但是菜貼生發。也可能啲網絡上看唔到，如果係菜貼嘅人，我就可以提供別人參考。啲經過看到真多人客出來了，當然心情該歡喜。嗰陣老該歡喜嘅人向下呢，切解心情有咩該強壯該歡喜。我講做嘢真神奇，都有意思啦。嗰時講老爹唔睇做一個土南技術嘅時間，因為用行去講語言啦，也係講人講嘅司機安尼嘛。錯，像幾多嘅啲行業呢，也就念謠啊，就可以介紹。當然也係做一個介紹，有啲好多人唔知咩，係要咩講好多人呢念謠，別人去了解，講專業不卡。講自己母語，有安尼感受啦。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就你自家10年嚟講，你一天會同大家紹介講菜地有哪啲好食、好搞、好料，也係講經典嘅，請紹介一下吧。哦，呀，講起來哦，美濃係咧，因為咁樣幾多你講族群啊，幾多元哦，多元的族群，哦，也因為美濃啲1736年開墾到今，哦，也有北埔客下來，也有滇緬衣包，哦，伊下來，嗰陣羅腔啊，幾多幾精彩，比如講北埔客同南埔客，也有18個唔相同嘅地方，哦，就像吳公廟，啲南農國種嘅吳公廟，啲吳公廟咧係北埔客起嘅。嗰啲石英檔，佢有一個吳公廟，嗰隻吳公廟係南埔人起嘅，佢有乜唔相同咧？就像一個吳國強啊，佢寫法都唔相同。也北埔客就順人寫吳國強，順人寫，但是南埔菜地嗰片地區嘅行業咧，也係強邊個地動哦？天水啲幼樹片，天水啲棗樹片，天三山啲中間，國強。按你感覺，親像人哋自家嘅同好共用咧，人哋自家也同時邊個中間。但是北埔客嘅同邊個順係也冇相同嘅地方。我另外呢，也可以去看講嘅那個可以到滇緬衣包嘅，像新國新村啊、金鐘新村啊，也是1960年左右呢，就來嘅啲泰國嘅片哦，應該滇緬衣包打游擊戰咩？打游擊戰就造成泰國、緬甸也嘅那個困擾。然向聯合國提出以後呢，嘅美國來出錢，像當時嘅羅將，帶現役嘅來蔣經國，許多嘅滿員，可能歸順泰州也來美濃，愛來台灣，人都先愛來台灣分3批，一批啲龍崗，中南嘅龍崗，第一批呢到清境農場，第3批就到美濃也，美濃也有4個莊頭。2個莊頭屬美濃，2個莊頭屬屏東，但是也有連領鄉下，佢就會可以去了解人嘅滇緬衣包嘅，人嘅雲南人嘅生活嘅風情，可以食幾片咧料理，佢也真神奇。佢呀最新嘅就6-7年前，有個那個。我哋也講雅連調啦，但是拍好嗰片啊，演就講鄰國調，實際呢演做很多水質啦，一個水質呢，以前美濃也有，但是因為生態破壞下去呢，有一長時間看唔到雅連調，我哋也南農國中劉孝生老師啊，一退休下來，嗰也歡迎㗎。感恩先生，啲美濃國中嘅英文先生，人退休下來呢，人就將人嘅退休金拿出一部分去10年去평年嘅田，按洋蔥一種環境分雅連調，落也就俾可以歇料。我到今日6-7年下來，本來看唔到雅連調嘅，今日目前呢，但係。到去年啦呢，差唔多有80隻嘅，幾多種對調有興趣嘅人客，唔像韓國咧嘅人客呢，伊對調個有興趣，但是伊許多拍好嘅片，然後來到美濃也，伊感受到美濃嘅拍嘅雅連調呢，較精彩，因為啲拍好呢，人嘅種嘅鄰國嘅面積幾大。調嘅全部將個地動哦，地包，看無嘛多，但是美濃嘅呢，因為雅連啲順後，佢在看下幾成，就人也唔會驚人，所以按呢情況，人對
我看条的人呢，我感觉讲来面容看起来较有收获吼，较大。咱可能搁清楚搁大啦，嘿，因为其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拢变啊，在水天地杯，还要强面，嘿，哪个望远镜可能看唔到来嘅种，啊，影响伫都更加嘅美容嘅片咧，迄咩都摕嘅美容府、总政府嘅片，啲就以前讲总政府啦，更加讲美容府啊咧，拢今日水莲条拢迄下摕嘅嘛吼，哦。观众朋友，老爹头都按你讲的10年的经验，大家有记方来无？其实还有改道哦。等一下下一趟我们天天的将来同大家介绍嘅美容还有那道好吃好搞，也爱讲特别的故事哦。前面老爹同人们说明了，其自家10年的行程有哪条嘅景点同好吃的。不过除了安尼，还有哪条嘅行程特别适合台年生子来搞了呢？继续来请教一下老爹咯。老爹，前面讲到係自家10年的行程嘛，太快嘅，一般的人假使讲台年生子，如果係家庭一條嘅團體行來到鴉片的時間，你一般有帶哪條嘅行程可以帶佢哋去搞了嘅冇？美容行程真多，看人嘅需要先，我哋每老有設計安排。你比如講，你講對嘢嘅生態較有興趣，啲雅典條嘅嘅很多水質工作站啊，嘅啲嘅主任陳柏豪，伊推太平洋未哦，人呢對嘢生態佢有研究。因為養出一種本雅典條來下搞了的地方，來下休息的地方，來下침室的地方。而呢，我帶生意呢，本生意呢去感受到講，像雅典以前也腳改創，我行下嘅那個也未做淡薄，也唔會出賣伊，因為也個腳改創改態，所以在呢。也個重心都分開嘅，唔會讓你集中喺啲嘅地方。嗰個如果有用帶嘅，佢將伊嘅水池，水池嘅筆筒用嘅，細筆筒嘅用嘅，用嘅差唔多10公分發嘅嘅那個尼龍帶啊，尼龍帶嚟騎那上，兩邊那有固定，帶陣聲音嚟行過去，唔會出賣伊。伊感受到講，雅典，嘅呢雅典條，伊啲淡薄行嘅嘅那種感受，安尼可以神奇呢。假使講人哋咧睇年生子唔但像香港看生態部分，香港我哋有啲數座體驗，也係講是一個好事的。通講我印象地度人哋6對地位，像美容嘅片，嗰有睇做一個擂茶，係咪啊？擂茶呢，也可以，也都擂茶呢，喺西方嘅人我感覺講。佢有意思，因為有意思呢，因為擂茶唔係單一個人擂，他個人，比如10個人一張桌，10個人連得來擂，他個人同心協力來擂嘅，擂方起來，我感受到講，他個人有強下出力，西方嘅來茶嘅意思都冇相同，除了擂茶以外，糍粑有咩行業嘅代表？糍粑呢，一般用太嘅種球嘅，他個人啲打嘅時間感覺改重，因為嘅呢米煮好起來嘅糯飯啊，感覺改硬，而那要種嘅時間較困難。但是呢，我哋也終身沙期，做啲美容護順後嘅終身沙期呢，人各有創意，人呢都做寫實嘅。書嘅企咧呢種球嘅，3、4個人都可以做糍粑嘅，也生活又幾有意思。幾奇妙啊！幾奇妙，也唔會講幾甜，幾實力啊，當然還花枝仔嘅，花枝仔啦，也是煮籠飯，煮籠飯是脆飽嘅，也係講也可以喺講時間唔係幾多，但是你要想去了解美容，你可以去客家文物館。客家文物館就小高雄市
客委会，伊隶属于高雄市客委会。故说那个个地方，也可以发自在，也可以也种规个美容的缩影啊，可以了，因为地方呢也有个呢，专业是呢，子宫欣赏，伊可以免费让人讲介绍也美容，也有送一批的病人伊用过的常民的生活用具，比如讲火窗。可能主持人也唔是看过，冇嘛认识。但是呢，迄啲创案人也有民国40年、50年以前的人，看到遐东西，我感觉勾起很多回忆。我没想到以前我很少的时间，也用的东西，不再可以啲客家文物馆。来行一下，当然给按门票quite便宜，睇完张40万元，按学生嘅呢20万元，也可以行一下。就等于讲，人哋人客团体客吼，可能佢哋嘅人数一多，时间一多，希望用两版嘅主题，其实同人讲唔能可以天数规划，因为面容实在太多嘅行上嘅，包括新嘅吼。嗰度嘅店嘅啦，睇路嘅蛋糕嘅，今日想我去老了，今日也可以同人講，唔能做嚟安排嘛，吼。講到一片，頭有講到雅蓮條嘅生態，也就面到講，除了嘅美濃湖嘅雅蓮條喺廿幾年來，其實富有嘅規劃完成咧，還有一個地方也quite有名，就係以前咧，我印象地都係個黃蝶水庫嘅部分，吼，聽講以前嗰邊愛做水庫美濃嘅菜地向前東方來啊，結果後時面變咗每一年，大家會攀嘅發通咩黃貼紙，咁大家黃貼水庫同黃貼紙開始以後，嗰邊嘅生態環境都更加有那度嘅變化，喺像人嘅美濃湖咁樣嘛，又變咗一啲新嘅景點，又有啲富裕，係更加有那度嘅規劃噶。講到黃貼湖嗬，黃貼湖啲美濃嘅東北角，東北角嘅入邊，當時呢就1935年，都民國24年嘅時間呢，日本人為到準備天意市嘅世界大戰，有一些嘅材料，嗰時伊就派幾多嘅植物學家、植物學家、藥材學家，到中南美洲、澳洲、大洋洲。引進200人種嘅樹種，種下嘅，嗰時個地方嘅樹種呢，大部分就係外來種，唔係你原生種嘅。地都幾多，嗰時行嘅地方看柚木，我哋客家人就講很多酸帶樹，河南人就講胭脂樹、胭脂樹，因為樣嚟講呢，佢葉嘅摘下來。然後伊糯啊，也個安尼接啊，一下就會氧化，就變得粉粉。係喎。粉粉都當然可以食，就可以做醃製啊。顏料。也個安尼樹誒，幾神奇哦。也個安尼樹帕一生出來嘅時間，細細角角，有稜有角，但是它也會變圓的哦。裏邊呢種最多很多鐵道木，鐵道木呢，伊種係種很多呢，因為鐵道木呢抗硬，可以做火柴路、鐵軌的枕木，也可以做窗嘅，所以呢，日本人當時為咗第一次世界大戰，伊就種幾多嘅鐵道木，因為鐵道木呢，也個葉嘅都係銀粉蛋黃蝶。黃貼也個幼蟲愛食嘅那個葉嘅，故所以就產生幾多嘅黃貼，但是因為聽到主持人講到美濃水庫，做美濃水庫嘅時間幾多財團入來，就多數嘅，因為多數係買油錢，就自家有在點寫條嘅書嘅，因為點樣以前呢？咁呢，付出嘅方法呢，較少，反正太條細條，反正一條就不容易多錢。嗰時就上條菜，環境呢就破壞幾多，
有一段时期就完全看唔到一个黄贴。哦，今仔跟那水库冇做的咩？冇做的，但跟那个俺那个米农爱向贴进去啊，伊就每一年判一个黄贴纸。主要在分享他家人对呀环境的一个认识，也有有种个那个贴豆木下去，所以慢慢呢就富裕起来。今仔黄贴也真多，26年呢，每一年都有判。连日本人都会来参加。每一年都会来参加。日本人来特别来参加一个活动哦。错。用慢讲咧，今日。因为也对环境那个好呀，对很多保育嘛，好多呢。嗰在今仔目前来讲，一方面呢，就讲到生态呢，因为今仔少子化，较无讲生意呢，也提一点。第二呢，后生的寡是出来老百上班，老人家呢，像山当辈爱种东西的都，较无年纪，无日头好上去的，嗰个较无人上去山当个啲种作，嗰个也慢慢的也山的保持较无安尼开阔，保持也较好，所以也生态富裕呢，比以前有较好啲的，黄贴也较多，啲黄贴。也顺后呢，又还有一个台湾全省唯一的那个台湾乡土文学平民作家的纪念馆。总理府纪念馆。也是台湾唯一的第一个啦，第一个唔係唯一，第一个平民作家纪念馆，总理府纪念馆。嗰所講唔單止去黃貼谷嗰邊可以看得到生態，在行下只要去到順後，還可以看一下、接觸一下人哋美濃菜地人哋作家，有兩版嘅生平，有那條嘅作品，所以呢，伊咧冇嗰好嘅嘅行程，伊咧流程咧吼。觀眾朋友，聽到老爹同人哋分享安尼，去黃貼谷可以看到生態之外，去到順後還可以順勢認識人哋美濃菜地嘅文學作家，有那條嘅生平故事同佢嘅作品。不過呢，人哋當地美濃一天還有幾多神奇嘅故事同菜地嘅景點，大家唔好走開哦。人哋休息一下，再嚟聽聽和大家嚟好好分享哦。前面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嘅美濃菜地其實有那條嘅行程，甚至講佢嘅生態環境有兩版嘅變化。當然我本來自家有問到講頭擺有種園呢，更加冇種園呢，到底美濃當地佢嘅產業啊有那條嘅變化，相信老爹今日自家菜地呢一定有冇同樣嘅看法，咱繼續嚟請教一下老爹吧。老爹。前面我講到嘅有種園呢，都更加冇種園呢，更加美濃菜地嘅嘅產業嘅變化，從人菜地人嚟講，有哪條嘅變化過程啊？美濃以前呢產業過單純，很單一啦，因為每種園呢就私田，但是今日呢過多年，有除了私田，以外呢。也種水果、香蕉，哪怕咧也做梨網，幾多年，當然我幾幸福，我哋美濃農會以輔導一條農民，因為園咧來講，以前我哋美濃算煙草王國，因為美濃嘅園咧可以，所以講台灣最多嘅。但是呢，因為加入 WTO 以後呢，慢慢呢，就冇法度有保證價格咩。今日公賣局就嗰研究公司伊也冇數嘅，冇數嘅樣辦呢，我哋農會呢就輔導一啲農民來賺錢。就我種147號嘅米。一個米呢有個那個五個香米，147號伊個管理呢，美濃農會幾用心，伊就
我子天哦，也就跟那做羊场，伊是专门育野个14、17号的羊诶，哦，冇育跟那喂其他的羊诶，哦，天意呢，我4天的时间，伊要抢个转，主要就插羊的个那个人呢，就冇去插特种的品种，哦，更单纯，哦，树干没重要，哦，伊杀药个呢，闽南农会伊就我指定将无人机，哦，也个药个呢，伊没讲去除查，伊变了指定唔会用那种药个，哦，伊好管理，哦，故在闽南也14、17号米也个品质改好，哦，相当有人买，哦，也是天咧。天意呢，季节性的东西呢，哦，就也个那个白玉萝卜萝卜咧，俺哋闽南人讲西萝卜咧，哦，西萝卜咧呢，哦，既油既甜既好食，安样的煮都唔会绵脱啦，一般人是个皮要熟脱，哦，煮久的会绵甜甜，会糊脱哦，但是闽南的西萝卜咧，安样的煮含贵得好好，哦，几好食，哦，个会跟那陈米番茄，哦，一个陈米番茄呢，哦，西萝卜咧，个14、17号米，老个雅莲，哦，亚的东西就老闽南等于画一个等号，闽南的代表性的东西，哦，你一讲到亚的东西，就会想到闽南，哦，另外呢，当然很真多。哦，也就像姜枣啦，也就木瓜啦，哦，也有我手到日本也就，哦，也都有代表性的东西啦。哦，故说讲头摆的产业有可能最早早期的时间是无的，吼，喺闽南，再来呢都盐呢，画上等号，也几年了都唔单像迄样呢，有可能係水果，有可能係萝卜的，甚至于讲吼，有个其他的产业就变做闽南的一个代表，更加佢都冇按单纯，佢係多元。嗰時候講其實闽南有幾多嘅可能性，甚至於講係談過講，以前沒以前哦，更加嚟講雅蓮嘅水蓮嘅產量係喺闽南係全台灣第一嘅，所以就講水蓮也可能等於講係闽南。因為從雅蓮嚟講，雅蓮啊，也係講濕田濕和嘅。也對環境也各有一個富裕對環境的保護，因為講呢，因為要用水，以前呢也個雅蓮差唔多冇上100甲，但是今日目前差唔多有200甲嘅那個產體，哦，200甲伊要用水，但是也個水呢，伊會滲透，會前面下雨變咗水源，哦，也對環境對氣候。也同保持改好，哦也對生態方面也各有幫助，哦也對闽南嘅農作物嚟講，哦而唔會講像為咗像工業產品，哦就完全對環境會破壞，也都唔會破壞到。嗰時候講其實闽南嘅生態環境同自家嘅產業，尤其係農業，係一定係有關係嘅，錯嘛？嗰時候講想請教老弟哦，我談講有一句話，我經常問一下講，到底有嘅用辦去解釋啦，吼，人哋講行上行下不如闽南山下，你能猜聽係用辦看一句話嘅？哦，因為就我哋猜聽人哦，我哋以前比如講喺左邊，鄉下喺多轉去邊洋。也係講多轉去上班，也係講學生咧休假睇嚟，多轉去比如講喺台南一中、喺高雄中學去讀書，去宿舍，也係上班嘅人，轉去暑假去轉去，坐定嘅巴士去出去嘅時間，看到有樹片嘅山，心裏頭就沉甸甸的，不知道人在愁還是山在愁。嗰啲小樣啊，我離開自家屋企，但是咧假日一轉下來嘅時間咧，一晚一轉，一看到做薯片嘅山，心都都安尼嗰啲小暖，我都講轉到屋企，一種鄉愁地景啊，代表性嘅地景。嗰陣闽南都有一句話講，行上行下，唔當闽南山下。
按第二句话，唔就可以感受到讲，闽南人对安尼自家的乡土嗰种亲密的关系。也第二句话，唔可以感受到闽南人对自家的乡土、自家的家乡也一份的痴心啊。就行上行下，唔当闽南山下。对自家家乡一种骄傲啦，吼。好。自家老爹做一个吼技术员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咧，睇下地位拄到讲一定的都无共样的人哈，甚至于讲朋友也好、亲戚也好，有本自家印象个层面人下啦，也讲带过的故事嘛。像有可能喺诺贝尔人，佢经过人家讨论之后，佢想讲办啲闽南来，也系讲佢变做同人家好朋友，每一年都要来拜访闽南一个地方。有，台拢也有讲到讲，也计算呢，伊做伊个理念的传递者。像我哋东门国教，我下不头我带东门国教，伊就将你客家嘅咁嘅谚语。童谣、诗歌，就刻喺石头上，将遐石头呢摆喺运动场四周围，以训练小朋友、学生嘅，就可以用客话来就地解说，可以介绍，也可以成功嘅一个母语教学模式。第八几度，比如讲，做风三周当一工，做风3年当一度。也係講有錢做功德，冇錢也唔可以呢。也還有也兒削子長江水，只好錢擔乾草。也句話呢，嗱河洛話也有一句話，可以有異曲同工之妙。河洛話就講父母疼囝長流水。父母親疼愛子女，那一顆心是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囝兒好親求尾風。父母親疼愛子女，就像長流水。這子女孝順父母親那一顆心，像樹梢的風，一陣一陣，有收到這樣有啦。這講得很貼切。這些諺語都是先民生活智慧的結晶。我們不要輕易的把它放棄掉。嗰陣外下巴頭就會講，唔專業不卡，老自家生意呢，而且都講自家母語，也是一種理念的傳遞者。嗰陣外咁講做嘢嘅也幾有意思。我另外外嘅本身也有啲客家文物館，有做志工。啲個唔係無人介紹嘅時間。感受唔到，也客家人呢嘅文化也嘅精彩嘅地方。但是我有一擺就南子有一個老阿伯嘅，伊就帶也不客人來看。我經過我介紹嘅時間，伊講：老爹，我唔知講入面弄客家文物館很多東西呢。我講以前來過㗎，伊講我來7、8擺啊，7、8次啦。我講今日做乜會來咯？伊講今日都亞西郎轉來嘅，後生人講一來，我都聽人來。我以前來看，我感覺冇乜嘅東西。但是經過介紹以後，伊當講客家人也種這樣嘅文化，幾深幾豐富。嗰陣如果感覺今日來感覺收穫幾多，咁樣情況。即家來可能看到表面上嘅，但係無法度好了解講緊嘅客家，尤其喺闽南嘅內容係乜嘅。但係有人喺討論技術之後，佢本佢收穫到無共樣嘅地方。你老爹，即家睇做一個討論技術都更加啦，即係感覺到技術人員有乜嘅使命感，也講好使命，有哪條未來有哪條規劃冇？當然技術嚟講。唔係講搶大嘴鼓，唔係講有安尼信仰的提升，我感覺講，唔單止來介紹本人了解闽南，也可以做一個傳承。嗰陣一種基因唔係講安尼清清彩彩，嗰陣我感覺做一個呢，比做其他任何較有意義啦，做討論介紹，更有意義嘅事情可以傳承啦，東闽南呢，
合啊来了，唔單止來了哦，合啊在底下迄血氧補、量氧補的時間，底下面熟，安尼遐面熟比起上較多哦。唔來啊吸收的時間，唔會感覺講哦來啊上下，唔可以心情變強壯，廿個步調會變較慢，哦人生唔係講底下呢落，安尼啲走上走下，我感受到講廿個腳步變慢下來。感覺嗰有人生嗰有意義，來樣唔合到喺度度，落水以後啊，落雨天過天，唔看面濃嘅田啊，我家用我去米沙其他高中嘅一句話講，那下過雨之後，那湛藍的天空，好像雨刷剛刷過，安個樣個呢山藍。也很漂亮，然後呢感覺，也都啲美容業方面呢，唔可以慢慢的啲血氧補、量氧補，有咩改善去？真是，係從美容安講嘅地方，可能還有千多嘅機會，可以好好了解一下，真是有年代啦吼！觀眾朋友，今日老爹帶來嘅分享，係咪幫大家認識莫種樣嘅美容呢？假使講有機會嘅話，歡迎大家去到美容請老爹，係講菜天人。對今年的角度帶大家認識莫種樣嘅美容哦。今日再一次感謝老爹，唔記帶來咁精彩嘅分享，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嘅收看，有限來美容了。好喲，坐到今家，大家有過嘅上一幕呢，夾聽鄧先生來圓通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